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小狐女巫。今次係第一次嘅靈魂交談會，我想同大家講下乜嘢叫做直覺。直覺其實有好多講法嘅，有啲人會叫佢做第六感、內在聲音、高我等等，而我會比較中意叫佢為內在神性。到底直覺同感覺係有啲咩分別嘅呢？一般嚟講啦，直覺嘅聲音咧，佢係比較堅定、安靜同埋平穩嘅，就好似你冇乜情緒波幅之下，你嘅內心就係知道自己要做某樣嘢，又或者你嘅內心深處就係知道自己應該咁做或者唔應該咁做。呢一種好輕而好堅實嘅知道嘅力量呢，其實就係直覺啦。相反，如果係感覺嘅話呢，通常情感上係會比較強烈嘅，同埋夾雜個人嘅情感色彩。就好似你本身已經唔中意一個人，又或者對於某個人有強烈嘅感覺，你覺得佢就係會發生咩事，而帶有強烈嘅情緒嘅話呢，呢一種就係感覺啦。善用你嘅直覺而唔係你嘅感覺去做判斷，通常都會比較準確同埋貼近真實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點樣去分辨你嘅感覺同直覺，又或者去訓練自己嘅直覺，歡迎訂閱我哋第一期嘅靈魂月刊，裡面會有更加詳細嘅講解。對於靈性有興趣嘅你都歡迎 follow 我哋。我哋下次靈魂交談會再見。